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阁经过一礼拜，三甲阁来到这个教会组织敬拜上帝。这时，请咱备办心。念着阿罗耶和华，我的心啊，念着阿罗耶和华，我一生要阿罗耶和华，我要我的时要唱歌阿罗我的上帝。这时，请咱大家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133首，圣诗第133首，信徒就来吟诗，哈利路亚，阿门。基督做王治理，哈利路亚，阿门。大家同心同声，做成阿罗尊名，主恩典就称谢，哈利路亚，阿门。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圣诗133首。这时，请咱有缘兄弟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大家齐声来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
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地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54，伫圣经的后面1097页。启应文54，也就是马太第5章。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所应允的苦难；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满足；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看见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加做上帝的子儿；因为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早起，互阮无受阻挡，我来到你的圣殿。阮感谢你，用听引带阮，我用基督的宝血洁净阮的罪，一切不义甲误会，互阮甲上帝建立新的关系，互阮成做你的女儿。因为安尼，阮再次感谢你，全能的主。这是阮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敬拜你，恳求圣神赐时甲阮智慧，透过阮的心门来领受上帝的话，愿上帝的话成做阮的气力，带领阮来跑走人生的路，嘛成做阮生命的伴照，互阮会当坚定阮的信仰，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爸上帝，阮看见伫即个地面上有充满各种的罪恶、残暴，甲真侪歹代。毋管是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以及世界各地的灾害、极端气候的变化、风灾、水灾、地动，阮看见毋管是人为的战争，也是天然的灾害。伫这当中，有侪侪无辜的百姓，因失去了宝贵的性命，也是身体的健康。其中也有侪侪家庭因为安尼来破碎。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安慰，经过这受灾的百姓，互因会当得到安慰，也会当得到医治，也互因有气力来面对头前的路。主啊，求你掌权，互公义会当来得胜，互和平会当早日临到，互人民会当过着平安的生活。主啊，也恳求你保守阮教会众兄弟姊妹身体健康，其中若有身体欠安、心灵软弱、担忧、有看路的，求你医治。阮知你是生命的主宰，伫你内面，阮的性命就袂为孤单。恳求圣神大大充满阮的心内，互阮会当有活泼的生命、健全的心智，家庭得到真实的平安甲喜乐。主啊，阮嘛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圣手，求主你亲自赐福，
来保守、来看顾。求主坚固中职会友同工，伫服侍教会的事工甲职业的工作，会当平衡来行，有圣灵感动。会友会当三千群，透过查经祈祷、组织分享、谦卑学习、行事合宜，得主欢喜，有主圣神，成做合一的教会。祝阮今日的礼拜，头到尾愿意来感纳，由圣神充满伫会中，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内，伫牧师的传讲上帝信息中，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这是阮要安静阮的心，好好领受你要给阮的真理，奋兴阮的生命，领受主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是圣歌队要来献诗，学老上帝。咱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敬拜上帝，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下面享受上帝话，咱要来读圣经。今日圣经是旧约诗篇，第诗篇1篇第1节到第6节。和合本是659页，台语汉语版是581页，现代中文版第661页。诗篇第1篇第1节，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这号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勉励善事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歹人毋是安尼，是亲像粗糠，互风吹散。
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罪人伫义的人的会中也是安尼。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若是歹人的路，会灭无。以上信息原主的话，诚做咱的帮赞。讲到下面，今日牧师要互咱的信息是有福的人，咱请牧师。老兄弟大家平安。咱到伫9月份，也会当讲，咱2024年已经到伫差不多是最后的一个阶段。所以伫9月份开始，牧师要甲大家用诗篇来分享。分享就是咱对伫诗篇，咱会当学习到啥物？咱基督徒生命的智慧。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充满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你的引带、甲你的保守，互阮搁平安过一礼拜，互阮会当伫主日早起，逐个主日来敬拜你。阮也要用恭敬的心来听见你透过圣经来对阮讲话。所以伫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的中间，也恳求上帝你手赐圣神来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都会当互主你亲自来引带。互阮会当对伫圣经的话语，阮拢会当白白来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来引带。阮来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知影，对伫咱主理学老师伫咱细汉时教咱讲，编圣经上好编的所在就是诗篇，因为圣经上中的所在。咱知影，旧约有39卷。新约27卷，所以旧约较济，旧约篇幅较大，但是咧，伫圣经上中央的所在、上中央的所在，就是诗篇。所以每一遍，若查经查到诗篇，伫我细汉的时阵，上欢喜、上好找。上歹找是啥物？是新约后壁的迄个批信，迄若显起来有诶批信。就款约翰二书，敢若一张尔，显一就过去啦，显一就显过头，也是讲向前显，显过头；向后壁显嘛显过头，所以无小心就显到启示录。但是每一遍查经，囡仔时代老师迄带阮读圣经，上欢喜就是听到诗篇，强掀开就是诗篇，诗篇个每一篇拢短短。所以，若要献诗篇第一篇，伊强掀开好诗篇54篇，不要紧，向前慢慢献，变到诗篇第一篇。诗篇呢，诗篇总共有150篇，然后诗篇第一篇会当讲就是全部诗篇150篇的一个前言。箴言会当正确来讲，应该是诗篇第一篇甲第二篇是整个诗篇的箴言。
读册读真言，你就差不多知影即本册在讲啥物。伊就讲着讲为虾米写即本册，然后咧，我讲读一般的册，咱读真言，咱就知影差不多即本册在讲啥物，为虾米要写，然后写作是要写互啥物人来读，然后咧，差不多大概的内容是啥物，会淡薄仔讲一下，佫会讲着安怎来写。最后，小看嘛，甲咱讲，你看即本册，你所学习到的是啥物？亲像诗篇第一篇，一开始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原文希伯来文原文的第一个字就是福。无论你了解是福气啦，也是幸福、欢喜、快乐。第一个字就是福，福气也是幸福。圣经真侪所在拢讲到幸福，讲到欢喜、快乐，幸也是福气。亲像讲福音书，耶稣的登山宝训内底所讲到的八福。咱大大所做伙考验念的，就是八福。八福讲到什么？福气，这个人就是有福。亲像诗篇第一篇同款，第一个字就甲你讲福气，所以。有福气的人就怎样，有福气的人就是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徛做人的路，无坐武汉人的位，即号人有福气。这是咱台语的翻译，但是伫原文内底希伯来文，那真正翻译是人的福气，也是福气的人，就是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徛做人的路，无坐武汉人的位，意思就是讲。咱读诗篇150篇，实际上是要甲咱讲，咱相信上帝，上帝带领咱也面对着咱的环境，咱来回应上帝。即款的互动的中间，最后上帝要引带咱，是要担着伊所收赐咱的福气，以互咱会当伫咱所活地。的处境的中间，感受到欢喜快乐，就亲像登山宝训，耶稣讲的8种的福气，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等等。甚至使徒保罗伫加拉太书提起。圣神的果子的时阵，其中一项，也就是喜乐、欢喜。会当讲新约、旧约，是拢要指点咱一条通向上帝所收赐福气的道路。圣经也甲咱讲，这是上帝定着咱爱得到的福气甲喜乐。就算讲咱伫世上难免会经历着痛苦，经历着困难，但是圣经提醒咱，其实咱所经验到的，咱所拄到的。咱所面对的这一切痛苦、困难，其实上帝拢知，只是上帝伊也知，就是咱所经历过的一切，毋是白白伫遐受苦，毋是伫遐白白伫遐面对困难、解决困难，这一切的经历，上帝知影。对咱拢有利益，所以上帝有时阵
未阻止遮个苦难发生伫咱基督徒的心上。所以，会当讲咱信上帝，可能无办法简单到讲拜就保平安，遐尼简单。拜有平安，有拜有保庇。咱的信仰毋是遐尼简单，遐尼单纯。那有拜有保庇，然后咧难免拄着困难，结果信心热扑扑，一时仔就无去。安尼，咱永远无办法成长。咱永远就是遐尼软正。咱的信仰，咱基督徒所相信的，是爱咱学习到怎样在逐款的情景下面，咱拢会当体会到上帝所授予的福气甲欢喜。就亲像常咱会讲，山珍海味，食山珍海味，有人忧愁在食，但是有的人食粗饱就感谢上帝，欢喜啊要害哇！努力打拼，食的粗饱，但是你感觉哇，我辛苦有价值。啊，有的人是食山珍海味，结果咧面忧愁伫遐食，甚至食的时阵佫伫遐烦恼。烦恼我的地位，敢会阁继续？会烦恼讲明仔载我敢会进去吃鸡鸭饭？这就是咱要学习到的。食粗饱，你悠然感谢上帝，因为你知影上帝互我努力打拼，突破困难，互我会当留一口气。悠然伫遐欢喜，虽然讲大家生活毋是遐尼济的享受，但是全家会当做伙，全家伙会当做伙，我就真感谢上帝啊！会当甲亲人做伙，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信仰爱咱学习，咱的信仰爱咱学习的，逐款的情景下面。悠然会当体会到上帝授予的福气甲欢喜。但是大经诗篇第一篇的一开始，是提醒咱要行向这个上帝授予这个真正的福气。这条路顶面。咱爱细字，莫互恶所影响，莫互恶来影响，莫互一切的歹的来影响，并且咱行这条路，莫甲邪恶同流合污。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提醒咱，无行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坐愚慢人的位。这讲起来真简单，但是常常咱活伫世间，咱伫社会走动，常常一般的人无办法遵守这款的教导，因为咱日常生活的四周围。咱工作的时阵所面对的，其实充满了恶的影响。咱做人是大人的，加减拢会担心歹朋友对咱的后辈有不良的影响。咱讲同侪压力。互咱的后辈，遮个囡仔、少年人，所互朋友带歹去，咱做人是大人，拢会安尼烦恼。
烦恼讲敢会交到歹朋友，烦恼讲敢会互无好的同事煞受影响，煞感染了一寡社会无好的习惯。但是咧，咱烦恼别人，咱对咱家己四周围会遮会歹的，遮会恶，咱敢有可能反倒转，咱会视而不见，甚至无形的中间，咱受到影响煞毋知，甚至咱互咱四周围的遮会歹的影响，影响到咱甲上帝的关系。亲像讲，礼拜早起，朋友同事招拍球，朋友同事招咱出去佚佗，你敢甲你的朋友、同学、同事讲，我是基督徒，我早起拢爱去做礼拜，所以咧，中昼食中昼的时阵，我较来加入好无？也是你较婉转讲，安尼另抓好啊啦。你为着你会当有坚持咱甲上帝的关系。咱若读社会学，亲像讲大学一年去选修社会学，一定有听过即个实验，叫做阿西从众试验，就 ASH，conformity experiment。阿西从众实验是啥物？在1956年，这真做社会学第一学期一定会讲到的。即个实验是啥物？咱看倒手边甲正手边。倒手边有一条线，正手边有3条线 A、B、C。即个实验就是问受实验的人，即个大学生，问伊讲，倒手边即条甲正手边即3条，倒一条是平长？但是安尼实验已经足简单，国小就会晓。但是即个教授要实验的时阵，伊有特别设计，就是安排伊所指导的学生，嘛假做是受考试的，就是伊就串通好伊的学生，伊所指导的学生，当问即条的时阵，就爱讲即个 B 上悬迄条，明显甲倒手边即条是较长。比即条看就知影较长，但是伊教伊所指导的学生讲等一下咱就来演讲我问你，倒手边即条甲正手边即3条，倒一条平长的时阵，明明是 C， 但是咧，伊甲伊的指导学生讲，你就故意讲 B， 大家拢讲 B， 我先问你，先问恁，恁拢讲 B。我搁来问即个受试验的人，看伊敢愿意用伊所理解的、伊所知影到的，明明是死平长。所以实验内底咧，伊就找一寡毋知的人来实验，然后伊拢排伊的指导学生伫头前拢讲问着伊的指导学生，才会拢讲好的，倒一条平长。大家拢讲 B， 即个较长的即个，明明是较长大家拢讲 B。到伫即个受试验的即个人讲的时阵，因为头前的人拢讲 B， 明明伊就知影，这国校就知影，国校程度的明明是 C 啊，这平长就是 C， 倒手边甲正手边3条，明明就是 C 平长，但是因为头前即几个。即个表演的故意讲毋对的人，拢讲 B 是平长，所以咧，伊大部分
绝大部分受试验的人，因为头前的人拢讲错误的答案，所以明明伊知影正确的答案是 C， 伊犹原讲 B， 这叫做阿西从众实验，就是当大家拢讲错误的代志，然后问到你，明明你知影这是正确，但是因为别人拢安尼讲，所以咧，你就对应别人讲即个错误的答案，这个阿西从众实验。啊，即个社会实验重要性咧，这用伫政治宣传，台湾的选择，大家就讲3个字，结果变成土城的选择。太济即款利用即款群众的心理、同侪的影响，就是多讲的福气。什么是福气啊？咱就想到一款饮料，对无？想到一款饮料，山羊威士比，福气啦！因为咱听，台湾人的台湾劳工的好朋友，咱大家就想到维他这个保利达 B 这拢是一款的洗脑啦，啊，这讲到咱多所讲的，咱四周围歹的影响，敢是就亲像这个阿西从众实验同款，正人拢错误的时阵，到伫你明明知影这是正确，但是因为正人拢错误，你就对咧别人，互受到别人来影响。所以咱来反省，咱减会因为人情世事的压力，致到咱随波逐流，致到咱无办法为着信仰，咱徛出来。过来，咱爱思考媒体的影响。媒体规工伫遐甲咱洗脑，敢有可能影响咱的价值观，互咱误会讲必须爱有啥物物件，亲像讲少年人一定爱有 iPhone。虽然讲 iPhone 真好用，我毋是咧讲迄广告，但是 iPhone 真正好用。但是少年人看到新出来，已经出到几号我拢袂记起啦。即个上新的 iPhone 出来，就是有个人会赶紧去坑钱，然后为着买着上新的 iPhone， 感觉有上新的 iPhone， 伊就较有地位，也是有个人会感觉，我一定爱开什么款的车，我一定爱住什么款的厝，上好是1.2亿。那无嘛爱4300万伫济南路上，这就是媒体互咱的影响，互咱感觉咱一定爱有啥物物件，安尼咱活得较有价值。咱一定爱有啥物物件，才会当互人接纳、尊重、甲介意。咱也爱反省，当正人迄讲的代志是违背耶稣基督教导的时阵，当正人这个舆论是违背咱的信仰，甚至舆论是造成不公不义的时阵，咱会顺应民情，也是咱愿意坚持信仰的原则。咱伫世上实际上，咱无办法完全来隔离，才会咱四周围恶，才会歹的影响。但是亲像约翰福音17章14节到15节，圣囝耶稣
为着伊的门徒，也就是为着咱基督徒向天父来恳求的。圣经耶稣安尼讲：我已经将天父你的道授赐予因，但是世界怨恨因，因为因无属伫世界，就亲像我无属伫世界一样。我无叫你爱因脱离即个世界，只有求天父你保守因脱离迄个歹的。这什么意思？咱活伫即个世界，但是咧，咱袂当互即个世界的歹牵咧走。咱活伫即个世界，但是咱，这就是耶稣所讲，无属伫即个世界。咱无互世俗牵咧走，咱是有信仰的人，咱有咱的信仰的原则。但是咱爱活伫即个世界，因为咱若脱离即个世界，咱甲社会脱节，咱无办法影响到即个世界。咱若秘去山顶，不管世事，安尼咱的信仰无办法影响到咱所住的所在，无办法影响到咱四周围的人，安尼信仰失去意义。所以咱活伫即个世界，咱无属伫即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咱是要用好来影响人，还是咱反倒转互歹所影响？这是咱爱学习、咱爱思考的一项代志。诗篇第1篇第2节，佮讲啊真好，讲即个有福气的人，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勉励善思的也是伊的律法。会欢喜上帝的话，欢喜上帝的道理，佮每日善思，昼夜思想，就是因为即个人，即个基督徒，伊所注意的焦点，伊所讲所行的中心，拢是上帝。伊的焦点在伫上帝。即款的人，也愿意投入时间，每日善思，投入时间来找求甲上帝关系更较亲密。诗篇第1篇第2节所描写即个有福气的人，就是一个生活达全面拢掠上帝最中心的人。咱讲生活失焦，咱敢有听过即个名词？我的生活失去焦点，这是啥物？无闲工作，无闲家庭，无闲关系，夫妻关系，也是即个是大人甲囡仔的关系，啊，无闲你的社交生活，无闲你的金钱投资，结果咧，规工乱糟糟，这叫做失去焦点的生活，煞变做随波逐流，也是感觉你生活七零八落，我做啥物拢做无好，我无用这，结果咧，我即项煞忽略掉，啊，嘛变无好，啊，我这因为我烦恼这，所以我这嘛做无好，啊，规工伫遐烦恼，规工伫遐失望，规工伫遐怨叹，这叫做失焦的生活。再来讲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咱知影8个点，咱要甲伊连做伙，点甲点要连做伙，左边这，8个点，你要甲伊用线连一次。高中的数学教咱8756除以2变成28，咱爱28条线，会当将这8个点，甲伊拢点甲点拢会当连做伙，28条，因为这个直线
垂直的也要连在一起，所以实际上是28条，哦，28条。啊，咱看右边，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哦。哦，这叫做一个枢纽的概念。哇，这如果都市计划、交通规划，还是这个各行各业其实都用得到。哦，枢纽是啥物？咱只要伫这8个点中加一个枢纽，咱变做啥物？8条线就会当点点连接，只要透过这个枢纽。哦，所以咧，咱40年前，咱伫听人讲什么转运中心，40年前物流中心，也是讲以前的病院，无亲像即马的病院规划都是有一个像是那个圆盘状的，然后最中间一站楼的最中间是啥物？护理站，对不对？病院的上中有一个护理站，然后护理站都有走道通到迄个病房，所以咧有啥物代志，就大家都是讯息还是人员调派都从护理站，对不对？哦，这叫做枢纽的观念。哦，这就真重要哦。哦，这不只是交通规划，不只是迄个资料处理。哦，像是讲哦，咱即摆有台北转运中心，所以咧台北转运站，哦，对外县市来到北基，我们都先坐车到台北转运站，然后底下搬车，无论要去台北任何所在，要去基隆，要去宜兰，拢会当。哦，这个是一个枢纽的概念。哦，增加一个枢纽，你就不会像左手边那个乱七八糟，理得干干净净。哦，这用伫咱的生活，敢会使？当然会使咯，当然会使咯。哦，咱若将信用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讲生活无用了后剩的，将咱的信用当作剩的，我先去趁钱啦，我家庭先顾好啦。我读册先读好啦，我先考调高中，考调大学，我先研究所读了啦，较来想这个信用的问题啦。安尼，咱就有可能就是亲像倒手边，剪不断理还乱，8个点要互相彼此相连，结果咧乱七八糟。但是咧，咱若将生活逐层面拢甲咱的信用做结连。所有的关系，无就是工作、家庭、人际关系、金钱的使用，各方面咱拢用信用，用咱甲上帝的关系做基础。所谓的用基督的心做心，安尼就亲像咱有一个枢纽，8条线会当将8个点。来彼此连接、彼此互动、相辅相成，哦，这叫做生命的枢纽的概念。当然，这不是耶稣书发明的，这是对册看到的。哦，但是咱会当思考这个观念。哦，无论咱做代志、咱分配代志，哦，其实生命的枢纽，你只要增加一个枢纽，各个分散的点。都能够彼此连结，而且能够清楚的连结，简化你的过程，简化你的整体计划。哦，这是管理学，这管理学哦，人是开钱去听的。这管理学开钱去听的哦。枢纽的概念，伫咱生活上，其实伫咱信仰上，其实嘛非常用得到，叫做生命的枢纽。哦。所以就于遐这，每礼拜咱有教会主日礼拜，每一天咱有个人的灵修。无论你是真简单的开真少的时间，你看看网络的这个信仰分享的文章嘛会使，也是网络上一节圣经的分享。我感觉这拢是咱每一日灵修会当做的。
咱常常祈祷，咱无拄拄爱祈祷，互别人看到。但是当咱想到我欠祈祷，你会当用达款的方式伫心中来默祷，你会当关伫你的房间、你的工作的办公室、你的个人的办公室，还是你伫车内底想到，咱就来祈祷，还是默想，这都会当互咱基督徒将咱生活的焦点伫咱甲上帝的关系，互咱会当体会到有上帝的同行，有上帝的同在，咱来得到欢喜快乐。过来，咱看到诗篇第1篇，用一个栽伫溪水边，树栽伫溪水边的这个譬喻。实际上，咱基督徒拢是互上帝栽伫溪水边，咱有上帝的活水赐属来灌压咱，来润泽咱的生命。有时阵，咱会感受到我的生命好亲像要打起共款，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也是你感觉心中真压杂，但是莫袂记住，诗篇第1篇甲咱讲，上帝甲咱栽伫溪水边。实际上，咱拢伫溪水边，只是有可能咱煞袂记住去享受即个伫溪水流过才会溪水，咱反倒转咧，咱敢若想讲。我面对的问题是遮尔多，树栽伫溪水边，会当互咱有充足的水分，所以咧，咱的根生啊真栽，咱搁较会当抵抗大风大雨。咱伫溪水边，其实咱有充足的水分。咱吸收遮个水分，互咱有真勇的树根，咱会当抵抗病菌，也是病虫的损害。咱基督徒其实咱有圣神同在，圣神就亲像活水润泽咱的生命，互咱信仰会当稳固。互咱阁会当来面对人生的大风大雨，互咱阁较会当维持生命品质的健全，并且互咱会当有上帝所爱咱诚侪的模式模样，上帝爱咱所诚侪的模样。但是咱敢有可能咱栽伫溪水边，但是咱所无愿意去饮用遮个溪水，有咯，吼。有时阵咱袂记住，咱是伫溪水边，咱是向迄个土的迄边，咱敢若看到哇头前拢是山，头前拢是。无啥物养分的红土，所以袂记住咱的后壁，是一条活水的水溪，咱煞袂记住，咱无愿意去看即个水流过溪水，咱反倒转敢若愿意去看迄个头前的山，煞伫遐失去了福水。来润泽咱，所以弟兄兄姐，基督徒是互上帝栽伫溪水边，咱有圣神亲像活水，带互咱实践信仰实践的气力，互咱会当结出信仰的果子，
为着上帝国的实现用上帝的疼，互咱来影响搁较侪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诗篇第一篇甲咱讲的，咱相信并且军队上帝的目的，绝对不只是遐尼简单，只是吼我死后会当互上帝才去天顶，毋是干那较简单，要上天堂。反倒转，咱相信军队上帝的目的，是要互咱生命互圣神来改变，并且通过咱信仰实践的行动，日常生活的中间，成做四周围的人正面的影响咱。所以，愿圣神持续伫咱生命的中间来做工，互咱亲像树啊栽伫溪水边。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宰，阮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疼痛。你互阮搁一遍透过诗篇第一篇，阮知影你爱阮，会当军队你，互主你圣神来带领，我靠你的气力，互阮活伫世间，阮是愿意坚持信仰的原则，阮也愿意靠着你的圣神的气力，愿实践你爱阮所做的，来疼四周围的人，来实践你的疼。但是主啊，原在阮若干那靠阮家己，阮的气力无够；若干那靠阮家己，其实阮也常常会互四周围的歹来影响。所以恳求上帝你赐阮圣神，时时刻刻提醒阮，爱亲像树啊栽伫溪水边，来吸收溪水的水分，来抵抗即个社会世俗才会歹的影响，佮会当透过吸收溪水的水分，就亲像圣神的温赐甲帮赞，互阮会当正做即个社会正面的影响力，互阮来用即个美好、即个善来改变阮四周围。但是主啊，这一切毋是靠阮家己，只有靠你圣神的引带。所以恳求上帝你，互阮有谦卑的心，互阮有愿意学习、愿意找求的心，互阮来顺探着对主你来圣神的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甲咱三勉励。即时咱要来回应咱即马要来念回应的圣诗581首。圣诗580，圣诗581对啦哈。圣诗581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救主耶稣万福本源，恳求阿罗听称赞，主事恩惠未捌停止，大声吟诗来学乐，来赞美，热心学乐拢无时停，
和谐声音透天庭，上帝疼痛，恩惠极大，应该感谢拢无煞。圣诗581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请民兵执事甲秋美执事来示献。下面报告，请咱大家先开周报。报告事项吼，插花班要伫9月14日伫即个礼拜六上午10点，要伫教堂上课吼。请已经报名的姊妹准时出席。要参加下一期，就是10月到12月的插花班的，咱即马是无限定的姊妹啦。咱兄弟若有兴趣，原来会使来参加吼。请来秋美结束来报名，并来维护即个花材的材料费500块。第二，咱下一次的泡茶就拜三的下晡2点到4点半的泡茶时间是9月18日下晡吼。那
即礼拜要由即个苏长老来分享伊过去伫巴西即所看的甲伊拄着的代志，拢真精彩吼！请兄弟姊妹为了时间来参加吼。第三，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吼，是咱教会查经祈祷会，主题即个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1、2、3书吼，请教会兄弟姊妹大家来踊跃来出席参加哈。第四，若有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来举行家庭礼拜兄弟。请甲牧师，也是甲教会中职来讲来安排吼。咱第五下个即个主日礼拜，就95主日礼拜，题目经文、圣诗啦，甲启用，咱家己来看。若有时间，会使先来做一个预习吼。咱来看周报倒边面顶的即个聚会活动啊，咱的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圣歌队的练唱是上午8点45分。咱即个拜三下晡的泡茶时间是一礼拜让一礼拜吼，可做。拜五的查经祈祷会是暗时7点半，插会班每个月一遍啊。咱查经祈祷会即个宗旨，咱即马即个拜五要查的是约翰二书第1章第4节到11节请咱会使家伫厝家己先来有时家己先来读吼。咱过来看圣讲事奉吼，咱即礼拜交代是谢宝姐甲苏长老吼，插花是杨长老，清扫是秋妹结束。咱后礼拜讲道是咱叶牧师，书会是杨长老，书琴是牧师娘，领唱嘛是杨长老吼，书献是颐养执事甲义节执事，交代是友来兄甲小虫姐。咱插花就拄好拜六插花班插煞一年来用吼，清扫是素琴姐啊。咱顶礼拜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咱家己来看吼。即个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的，请甲即个民兵技术还是秋妹技术来更正啊。咱即马来看周报正评下面的即个本周金句吼，即个我先来用台语读一遍了。咱继续用台语读2遍，了后用华语读1遍吼。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明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明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明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有福了。诗篇122节，就是请咱大家拱手前后人互相请安，大家平安。咱即摆要来吟诗。咱常用的诗，圣诗398首吼，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圣诗398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念。吟诗煞，请老师祝祷。
咱就爱亲像树仔栽伫溪水边，咱愿意开咱的心门，互圣神的气力、甲智慧，亲像溪水的活水来灌压咱的心，也互咱得到面对着世俗逐款的歹下的勇气。甲耐心，咱也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实践上帝的命令，来彼此相疼，也疼咱身躯边的人。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热岛闭会。